明华，你若带张小姐，我马上摕钱，互你去甲伊招入赎金。我不爱带迄个张小姐，我刚来美算啊。假使讲你若是把我带，我就若无爱互你带，你就要安怎？我甲你讲啦，除非你头对裁免出啦。好嘛。来，坐下。明华，你是当时来，那我入来。无啦，我都先入来再讲。好。你伫咧厝时拢无食饭哦，那面色遮尔歹看。我来煮面你食。美算，你毋是要出去？无啦，我只想要去日出菜市啊。我惊你雄走来，厝里无啥物件通食。美算，真是累啊！我了解。咱即摆要安怎？我嘛毋知影。你敢有想要继续和我做伙？有啊，当然嘛是有。不过，我都摕袂到钱，我都替你伤心啊。其实我无一定爱迄个名分，你嘛无一定爱替我伤心。只要当伫你身躯边，我就足满足啊。不过，比说安尼做委屈你的呢？会当甲家己心爱的人做伙，这要让啥物好委屈？就算有一天你娶别人做某，我嘛袂后悔。袂啦，我绝对袂娶别人。我会永远甲你斗阵，咱两个做伙坚持到分开离出迄一天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有够啊。棉花转来还未？要袂？要未12点进前就离开公司啊！一定搁走去互你困啊！迄个查某一定有妖法的，吹魂念就落去，棉花的身份拢缀伊去啊。咱你是望我保当机讲鬼话，迄棉花去外国，敢会停有假无转来？对啊，科长，你会当甲宁常送去外国，离迄个查某较远的，伊一定会慢慢仔清楚啊。对吼。我一个朋友咧香港开公司咧，我来甲问看卖啊，伊若同意，我就甲棉花送去香港去。好，你紧去联络看卖。汤阁真烧，你毋通烫着呢。美帅，是的啊。我即马我都互你名分。哎哟，食饭讲这是要创啥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只要你爱我，就算无结婚嘛不要紧。我最早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甲你带离门啊！你有这个心嘛，我就足欢喜啊。好啦，你先豆豆食，我要出门啊。你要去倒啊？我有一个人客，伊用一个场，我要去留咧一个。什么场？交金。
不过迄个所在牛头马面足多，卖去较好啊。而且若是捌条件嘛，拢无好买。哎哟，人拢一定甲我邀请呢，我若是无去，无人面子，佫会得失人欠呢。无我陪你去好啊。唔免啦，我去一个就随转来啊。搁再讲啦，迄个人客对我足好诶，嘛足照顾我，所以你免烦恼啦。我也是陪你去啊。好啊。来，缀好二手啊，同事啊。来，伟贵，我啥大？你来啊？当然啦，你定定来订我的番，真乃是你的头盔无？哇，一定来甲你捧场一下。多谢啦。啊，这位是？这是我的朋友啦。你好，我马赛。啊，请问，我李明华。哦，欢迎欢迎，来泡茶啦啊！你个马赞，晚上啊。来，对了对了。明华，还是咱来试一下出去看卖咧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你敢会晓？拜托诶，暗晡食过猪肉，嘛捌看迄猪行路对无？马萨达，先摕2万。来，对了。对，来，中规，来，同事啦，来4位。好，我买一张。好啊。班达。你有够厉害！关机。容易哈。刚才啊。咱今仔手艺敢若袂歹，无小等我大。当然好啊，来你看一定稳赢。来，对了。来，对好二手啊。来，这有钱。马萨大啊，我都拢输遐济啊，你敢毋免我骗者？你嘛知影你欠足侪钱啦，啊？明仔载就是二九暝啊，你是毋是应该爱甲这个钱先清清来啊？无人欠就要欠过年啊，对无？李少爷，你当一个船公司的小老板呢，身躯顶哪有可能无钱？我咧啦，我直接派人去恁兜收好啊。唔通啊，唔通！你千万唔通去阮兜收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伫过年前，甲遐个小拢甲清了。好。安尼，我等你有好消息。卡啥？你搁知影爱转来？恁爸就讲袂互恁2人结婚，你就应该收心。啊，哪会搁一竿竿走对人遐去？卡啥？你说伊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但那因为家境好，你安尼去嫌伊？阮哪有去嫌伊？一开始阮嘛同意恁2人交往，也毋过伊就是做迄道的。我嘛有拢有甲恁讲过因兜的情形，伊嘛是国不种的啊。感觉恁拢袂当替伊想一下。啊，你哪会袂当替恁岛上想一下？恁岛上遐尔爱面子，伊生理场的朋友，啥人毋捌春风阁的红白酒露玫瑰？你要甲伊结婚，啊来你咧场上叫人认出来，你毋是写恁岛上的面子？大不了我甲米雪去公证结婚，莫请人客啊。高长，你转来啊？董伟，你是安怎要走？是安怎看到我就走？无做啥物亏心事，是安怎就要走？你今仔日去公司踅一日，啊，我一个头都无看的人，你搁走去找玫瑰着？你吼，规世人扣角啦！好啊啦，明仔载就要过年呢，
大家拢唔通生气，爱讲好话。你是伊无转来你要骂，转来你也要骂，你性格歹啊歹好无？变化出去手续办安怎？差不多要好啦。过年过，唔管伊白啊黄，一定爱甲伊送去坐飞轮机。这样代志唔通我知影。迄当